去飲茶我最中意就係食薑蔥牛柏葉。去街市揀牛柏葉嗰陣，記住揀啲夾起上嚟有彈性嘅，每塊葉都掀開佢捽乾淨，因為呢啲牛柏葉係用鹼水發出嚟嘅，所以我哋就要落啲鹽同埋白醋嚟中和翻。咁我會浸半個鐘嘅，浸完之後呢，就會見到啲水都變埋色啦，跟住就可以好似洗衫咁樣攞下佢，務求將啲剩餘嘅鹼水都撳埋出嚟。呢個時候就準備啲薑同埋酒煮滾佢，放嚿牛柏葉入去焯1分鐘。呢一步可以辟腥同埋去一去啲唔好嘅鹼水味。之後就即刻夾佢上嚟，擺入啲冰水入面，凍咗之後辣就揸乾水擎乾佢。咁等緊擎水呢段期間就可以切啲甘筍絲同埋薑蔥絲。啲牛柏葉就逆紋切，大概1至2隻手指闊就 OK 啦。揾啲廚房紙索乾晒所有水，然後就加晒所有配料落去，再加啲鹽、糖、胡椒粉、少少生抽、蠔油，如果想似酒樓嘅味就加少少雞粉，最後係生粉，跟住就揦勻佢。咁如果中途覺得太濕就可以加多少少生粉，最後加啲油封面。咁要醃至少3至4個鐘嘅，如果可以醃過夜就最好啦。蒸嘅時候大火蒸5分鐘，記住如果你喺雪櫃度拎出嚟嘅話就攤翻去室溫先蒸。不過我發現而家越嚟越少地方有得食，唔知係咪因為成本貴呢？拜拜。